鹿港有一项现主是真罕见的传统，嘛会当互咱看到古早人面对生死的态度，迄就是捡骨。捡骨这项工艺上早是200-300年前对中国传过来，到今嘛变作是鹿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哦。大哥，你这工课是啥物时阵开始学的？囡仔，囡仔的时阵哦。阮太早就咧做这。恁太早就咧做这。阮是个前身，毋是捡骨头啦，阮是古早的前身啦。即马讲捡骨头，人啊听有啦。黄大哥是鹿港出名的捡骨师，传来到伊即end已经是第7代啊。因的阿祖第4代黄金师，漂洋过海把这门祖传的事业传来到鹿港。如今200冬经过啊，伊同款嘛是按照古礼来帮人捡骨。因为黄大哥讲捡骨毋那是因的工课尔，每一个美角都一定爱用尊敬的态度做了互十全，绝对袂使顶当。爱先学好的阵，我转来的阵爱搁拍好的阵，我爱搁清好的阵爱搁洗米酒，这就是洗米酒。你洗米酒就是伊骨头会水，阮定爱洗，阮还搁照古早的方法。拍开的时阵，这个蒙甲的角色，敢会伫咧边啊？一定爱伫边啊！一定爱伫边啊！有人会哭吗？会哭袂使。袂使哭。袂使哭。为啥物袂使哭？因为即种的物件你若哭我就无做啊。啥意思？这是虚事，大家拢乱伊就是宗主甲虚事，伊拢甲混乱去。阮这是虚事，阮这毋是宗事。早咱若着状元啦，着进士啦，当去厝内第一样代志创啥？为虾米叫做公众耀祖？就是我来出阮家的门面甲创水水来翻修我的墓，叫做公众耀祖。祖就是即块骨头。你甲囝讲的公众耀祖。有拄着啥物款的代志过无？有啊，嘛是有骨头拢嘛，搁有肉好好的，拢嘛有。是哦。拢嘛会拄着。肉好好啊，是要安怎？搁砍馒头，以后搁2-3年以后，你才来捡。老师，请问你即马咧做的这个动作是？这叫神势，就是姿势无迄成分，这个当做伊的废咯。粗纸，这种纸就是做伊的皮肤，红线就是做伊的军靴。你甲看黄大哥才熟手，这爱先用姿势点落去每一块骨头的面顶，搁再用竹叶仔做的黄纸，甲骨头一块一块甲包起来，刷落来，搁再用红线伫咧黄纸的外口面拍结，连头壳骨同款嘛爱用黄纸甲包好势，才来去画五官，因为安尼才好来互往生者看好清眼睛的路途。下骨头的时阵，爱先对2支骹骨放起，就参像囡仔伫咧妈妈腹肚内底的姿势同款。骨头甲骨头的中间，用代表火光的红线牵连做伙。你看，每一项动作的谨慎，拢是代表对往生者的尊敬，对家属的尊重。为什么粗纸一定爱竹仔做？这叫做竹节雅士。为什么要用火炭？火炭爱顾烧过，你知为什么无？因为烧过才会变成金，要互你思念我，才会记来拜祖先无拢。装落到底，我知你要问啥？装落是做安怎？我甲你解说，装落就是回归母体。为什么叫回归母体？你知影？就是安尼啊。咱当你的妈妈腹肚内底是毋是拢安尼？就像囡仔。这就是妈妈的腹肚，就回归母体。捡骨这个行业传来到台湾了后，同一个时间，中国也开始禁止土葬。这个功夫伫咧对方渐渐失传，颠倒伫咧台湾去互保留落来。咱的汉穿就是安尼啊。袂啦。这就是恁讲的功夫啦。为什么人因会去请？就是安尼。这我切互你看的。
哦，拢袂落呢。拢袂啦。啊，无我来甲你讲，我咧装的阵袂用讲话。这是算传统的，伊应该是讲因迄边拢无啊。但讲正传统的拢无啊。这种文化一定拢属于没落啊。啊，会教的一定爱教。啊，要做毋做，毋是我能决定的，因为下一代的代志啊。啊，你讲对花，因嘛无即种功夫啊，完全无啊。因就是我有去看过，因就是落落。伊嘛无毋免像我安尼啊，分啊、水啦，拢毋免。系啊，你安尼拢袂落出来。拢袂。其实论真的哦，还未来到鹿港了解扣骨这个行业进程，我对这个传统哦是个好奇，阁有小可惊吓。但是听黄大哥解说规个过程了后，若讲袂惊，甚至哦，阁对扣骨的师傅有足大的尊敬，因为百年来哦，这个行业是真正帮助足侪伫咧他乡外里过往的汉人落叶归根的心愿。扣骨哦，若互我看到一种面对生死的态度，犹原嘛互我看到早当时漂洋过海，定睛伫咧鹿港的移民。伫咧变化时代内底，勇敢的精神。生甲死拢共款，来者空空，去者空空。该你的就你的，该我的就我的，毋免去强求，搁强求嘛无效。善良就好啊啦。